大家好，今日隨師介紹做個紅葡萄酒蛋糕。我需要一個28嘅 cm 焗盤，一張油紙，一張錫紙，牛油、糖、雞蛋、肉桂粉、馬尼拉糖、發粉、卡卡亞粉、麵粉、鹽、糖粉、朱古力片同埋乾嘅紅葡萄酒。擺一啲牛油喺一個焗盤裏邊，均勻佢。均勻咗之後，倒啲麵粉喺裏邊，整到個盤周圍都係麵粉。發粉同埋麵粉已經濾過，撈勻佢。室內溫度嘅牛油，而家打軟佢，加入糖，慢慢嚟到加入，打到佢 creamy 為止。我已經落咗3隻雞蛋落去啦，而家落最後呢一隻雞蛋落去打。落肉桂粉、馬尼拉糖，濾咗個卡卡亞粉，撈勻佢。跟住嗰啲麵粉同埋發粉，我隨少嚟到加入，撈勻佢。我而家用隻手，如果用機嗰啲紅酒就會射到周圍都係嘅。而家撈勻佢，慢慢咁加入佢嚟到撈勻佢。而家加埋一齊250個 ml 紅酒，我已經加埋入去，撈勻佢。跟住倒啲朱古力粒入去150個 gram。個焗爐我已經係喺180度10分鐘前已經焗熱咗佢，而家將佢擺入第4層焗40分鐘。擺晒啲料入去之後，搖一搖個盤，等嗰啲勻勻啲。而家我已經焗咗佢40分鐘，揾張錫紙冚住佢，擺翻佢入去裏邊，再焗多佢30分鐘。30分鐘後揾一支竹籤，吉入去裏邊掹出嚟。如果係乾淨就可以打開個焗爐門，有等佢攤凍。今日我蛋糕需要35分鐘，而家拎佢出嚟，我淋一啲紅酒喺個面上邊。跟住擺翻入個暖嗰個熄咗火嘅焗爐裏邊，再擺喺1個鐘頭，打開對門等佢攤凍。而家已經攤凍咗1個鐘頭，我用紅酒同埋糖粉做咗一個糖漿、茶面，同埋一陣茶汁邊個邊嗰度。而家啲糖膠已經乾咗啦，希望你鍾意食，多謝收睇，下次再見啦！